謝霆鋒遲來的報應來了，大兒子直接搶過麥克風上台，媽媽辛苦了，以後讓我來保護。台下觀眾淚崩跟唱。近期網絡上瘋傳着一則極具煽動性的謠言，謝霆鋒遲來的報應來了，大兒子直接搶過麥克風上台，媽媽辛苦了，以後讓我來保護。台下觀眾淚崩跟唱3000字。這則謠言標題使用了遲來的報應、搶過麥克風、淚崩跟唱等誇張且富有戲劇性的詞彙，瞬間在網絡上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熱議。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此類謠言傳播速度極快，部分不良自媒體為了追求流量和點擊率，不惜編造此類毫無根據的虛假內容。他們深知公眾對明星家庭生活，尤其是親子情感方面有着強烈的好奇心，於是通過製造這種充滿溫情與衝突的噱頭來吸引眼球。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在看到這樣極具感染力的標題後，往往會出於好奇而點擊閱讀，甚至進一步轉發，從而推動了謠言的迅速擴散。同時，一些營銷號也會跟風炒作，使得謠言的影響範圍不斷擴大，嚴重擾亂了網絡信息秩序。謠言涉及人物關係梳理。謝霆鋒與張柏芝的過往糾葛。謝霆鋒和張柏芝於1999年相戀，當時兩人都是娛樂圈的當紅明星，他們的戀情備受關注。2006年，兩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後育有2個兒子，分別是 Lucas 和 Quintus。然而，這段婚姻並沒有走到最後。2011年，他們官宣離婚。離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性格不合是重要因素之一。張柏芝性格直率潑辣，情感表達較為外放，而謝霆鋒則內斂細膩。例如，在拍攝電影過程中，張柏芝的一些行為和言論可能會讓謝霆鋒感到難以適應。此外，艷照門事件以及後來張柏芝與陳冠希在飛機上的合影事件，也給他們的婚姻帶來了巨大衝擊。但這些並非離婚的唯一或主要原因。離婚後，2個孩子主要跟隨張柏芝生活。謝霆鋒則通過支付撫養費等方式履行作為父親的責任。謝霆鋒與王菲的感情現狀。謝霆鋒與王菲的感情堪稱娛樂圈的一段傳奇。2000年，兩人牽手公開戀情，當時謝霆鋒20歲，王菲31歲。11歲的年齡差讓這段姐弟戀成為當年最熱的話題。那時的謝霆鋒叛逆帥氣，王菲則是樂壇天后，氣場全開。然而，這段感情在2003年徹底分開。此後，謝霆鋒與張柏芝走到一起，於2006年結婚。但命運弄人，2014年，王菲與李亞鵬離婚不久，謝霆鋒便與王菲復合。兩人彷彿被一條隱形的線牽着，怎麼都斷不了。謝霆鋒曾越過，王菲是他心裏的白月光，這種感情超越了時間和世俗的束縛。從2024年到2025年，兩人的感情一直較為穩定。2024年，兩人被拍到一起現身機場，低調卻甜蜜。2025年2月22日，王菲和謝霆鋒在豪宅中拍攝的合影在網絡上流傳，兩人罕見秀恩愛，再次讓粉絲們感受到他們的甜蜜。10月，謝霆鋒還被拍到深夜前往王菲北京住所，互動親昵。謝霆鋒與2個兒子的親子關係。儘管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了，但他與2個兒子的親子關係並未因此而斷絕。謝霆鋒一直通過自己的方式關心着孩子們的成長。在經濟方面，他承擔着孩子們的撫養費用，為他們的生活提供物質保障。在情感方面，雖然由於工作等原因，
他不能時刻陪伴在孩子們身邊，但也會盡量抽出時間與孩子們相聚。例如，在一些重要的節日和孩子們的生日時，他會盡可能地參與其中。而且，謝霆鋒也注重培養與孩子們的興趣愛好。他曾在一些場合表示，希望孩子們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擁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謠言內容真實性剖析，從事件發生的合理性角度分析。從事件發生的合理性來看，這則謠言完全不符合常理。首先，目前並沒有任何公開的活動或場合會出現大兒子搶過麥克風上台對張柏芝說那樣的話的情景。明星家庭的生活雖然備受關注，但他們的私人活動和情感表達通常不會以如此戲劇化的方式在公開場合呈現。其次，謝霆鋒與兩個兒子的關係並非如謠言所暗示的那樣糟糕。雖然他和張柏芝離婚了，但他一直在履行作為父親的責任，與孩子們保持着一定的聯繫和互動。大兒子不太可能在公開場合以這種帶有指責父親意味的方式來表達對母親的愛。從人物性格和行為邏輯角度分析，從人物性格和行為邏輯來看，這則謠言也十分荒誕。謝霆鋒是一個成熟、理性的男人，他在處理家庭關係和公眾形象方面一直比較謹慎。他不太可能做出讓謠言中所暗示的那種遲來的報應相關的行為。大兒子作為一個正在成長的孩子，雖然會對母親有深厚的感情，但他的表達方式也會受到家庭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不太可能以如此激烈和公開的方式指責父親。張柏芝一直努力保護孩子們的隱私，希望給他們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他也不會鼓勵或允許孩子們以這種方式來吸引公眾的關注。從信息來源和證據角度分析，從信息來源和證據方面來看，這則謠言沒有任何可靠的依據。沒有相關的視頻、圖片或權威媒體的報道來證實大兒子搶過麥克風上台說那樣的話。所有的內容都只是謠言編造者的主觀臆想，缺乏事實支撐。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也沒有任何一方對這則謠言進行過證實。這進一步說明了其虛假性、謠言傳播的影響與危害。對謝霆鋒及其家庭的傷害，這則謠言對謝霆鋒及其家庭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對於謝霆鋒來說，謠言破壞了他的公眾形象，讓他背負了不實的指責和罵名。他一直努力在事業和家庭之間找到平衡，履行作為父親的責任，但謠言卻將他描繪成一個不負責任、遭到報應的人。這對他的人格和名譽是一種嚴重的侵犯。對於謝霆鋒的兩個兒子來說，謠言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造成負面影響。孩子們正處於成長階段，需要一個穩定、和諧的環境，而這樣的謠言可能會讓他們感到困惑、不安，甚至影響到他們與父親的關係。對於張柏芝來說，雖然謠言中表達了對他的讚美，但這種通過虛假方式來呈現的讚美並不是他所希望的，同時也可能會給他帶來不必要的輿論壓力，對公眾的誤導。謠言的傳播會誤導公眾，讓人們對謝霆鋒及其家庭產生錯誤的認知。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公眾往往難以分辨真假信息，容易被謠言所左右。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可能會相信這則謠言，從而對謝霆鋒產生負面的看法，甚至在網絡上對他進行攻擊和謾罵。這不僅會影響公眾的價值觀和判斷力，還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社會討論和爭議，破壞網絡環境的和諧與穩定。
對社會風氣的影響。此類謠言的傳播還會對社會風氣產生不良影響，它可能會引發一些人的效仿，導致更多的虛假信息在網絡上傳播。這不僅會破壞網絡環境的健康和秩序，還會影響社會的誠信體系。當謠言氾濫成災時，公眾會對網絡信息產生信任危機，影響社會的正常交流和溝通。同時，謠言的傳播也反映出了一些人缺乏基本的道德和法律意識，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不惜損害他人的權益。應對謠言的措施與建議：謝霆鋒及其團隊的應對。謝霆鋒及其團隊應及時發布聲明進行澄清。當謠言出現時，他們可以通過官方渠道，如工作室的社交媒體賬號等，發布聲明，明確表示謠言的虛假性，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例如，聲明中可以指出目前並沒有任何公開活動出現謠言中所描述的場景。謝霆鋒一直與孩子們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和傳播虛假信息。同時，謝霆鋒團隊還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造謠者提起訴訟，讓造謠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媒體的責任與自律。媒體應加強自律，遵守職業道德規範，不編造、不傳播虛假新聞。媒體在報道明星新聞時，應進行充分的調查和核實，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對於一些沒有根據的傳聞和謠言，媒體不應進行報道和傳播。同時，媒體還應發揮正面引導的作用，傳播積極健康的信息，為公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輿論導向。例如，媒體可以關注謝霆鋒在事業上的成就，他對孩子們的關愛等正面內容，而不是傳播未經證實的虛假謠言。公眾的媒介素養提升。公眾應提高媒介素養，增強對信息的辨別能力。在面對海量的信息時，公眾應保持理性和冷靜，不輕易相信和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可以通過查看信息來源、核實信息內容等方式來判斷信息的真實性。例如，對於明星相關的新聞，可以關注權威媒體的報導，而不是輕信一些來源不明的小道消息。同時，公眾還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不盲目追捧明星，尊重明星的隱私和個人選擇。這則關於謝霆鋒大兒子搶過麥克風上台表達對母親的愛，並暗示父親遭到報應的謠言，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它完全不符合事實，是對謝霆鋒及其家庭的惡意中傷。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應該保持理性和冷靜，不被謠言所左右。同時，我們也應該尊重明星的隱私和個人選擇，不要過度關注和炒作他們的家庭生活。明星作為公眾人物，他們的家庭生活雖然備受關注，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隨意編造和傳播關於他們的虛假信息。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權利，讓他們能夠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中處理自己的家庭事務。而對於那些編造和傳播謠言的人，法律應該給予嚴厲的制裁，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良好秩序。讓我們共同營造一個健康、和諧、真實的網絡環境。